艺人林依晨人美心善，一向做善事不欲人知，而他的弟弟林胜维近日也被曝光善举，有民众表示到林胜维开的餐厅用餐，结账后收到一袋礼物，发现内容物是自闭症弱势团体新儿工坊所做的牛轧糖，才得知原来林胜维已经默默行善6年，大赞姐弟一样暖。林维胜去年底在台北小巨蛋附近开设与乐欧路创意料理餐厅，开幕时林依晨还特地站台宣传，吸引不少粉丝慕名前去。近日有民众向三立新闻透露，前不久到该店用餐，结账时店员给了每个客人一袋礼物，强调重点是不小包。回家后打开发现是牛轧糖，原以为是餐厅自制的小点心，但细看发现上面印有中华民国自闭症总会新儿工坊的字样，让民众感动地说，看到后觉得很暖，感觉店家就是在帮助弱势。民众原以为这是餐厅招揽客人的噱头，上网一查，发现餐厅脸书根本没有相关资讯，称赞这是名副其实的为善不欲人知自闭症弱势团体新儿工坊的社工证实，林胜维的餐厅1月初订购了一包售价150元的牛轧糖共300包，且2018年也有订购大量其他产品的记录，对此相当感谢。消息曝光后，林胜维坦言是自掏腰包买牛轧糖，且打从开餐厅6年以来，有时间就会向弱势团体购买产品、饼干等，赠送餐厅的客人或亲友。他不好意思地说，有需要我都会给予帮助，因为我们有能力了吗？既然有能力就该回馈呀。